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月亮占卜嘅 YouTube Channel。咁今日主要想拍翻一個主題嚟幫大家睇下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究竟應唔應該去做啦。咁如果做咗之後嗰個後果會係點，同埋亦都會俾翻一啲建議大家嘅。咁由於呢一個係大眾占卜啦，所以入邊都有摻雜咗其他人嘅能量，所以變咗啲信息唔係完全符合你，但係都會有大部分係符合你嘅。咁所以咧變咗你聽嘅時候係會有少部分唔符合你情況啦。咁如果全部都符合嘅話，證明咧你同我條片咧就好有緣。係啦，咁而家咧就抽過一個確認牌組先啦。咁究竟今日有啲咩信息啊要俾大家做？關於你心入面諗嗰件事，有啲咩信息係要俾大家做嘅咧？關於你心入面諗嗰件事，究竟有啲咩信息要俾第二組嘅咧？關於你心入面諗嗰件事，有啲咩信息要俾第三組？第三組嘅觀眾有啲咩信息要俾第三組嘅觀眾呢？咁咧呢度就係左中右啦，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啦，大家就諗住你心目中嗰個問題，咁就然後就揀其中一個你覺得最有感覺或者你想揀嘅牌組，咁就可以㗎啦。咁另外提一提啦，咁如果你係香港海外地區，亦都想揾我做占卜嘅話，而家都可以㗎啦。因為我就係揾到另一個類似 PayPal 咁嘅付款平台啦，同埋嗰個平台俾嗰個手續費其實係比 PayPal 更加低，同埋係比較方便咯。咁因為 PayPal 嗰陣時唔知點解會拒絕付款，但嗰個平台其實就唔需要搞咁麻煩啦。咁如果你有興趣，即係喺香港海外地區嘅朋友啦，即係可能台灣、美國啊、德國啊、瑞士嗰啲，即係 whatever 第二啲地區啦。咁如果你想揾我做占卜嘅，咁你可以嚟 Telegram 揾我啦。咁我就會再同你講翻嗰個即係過數嘅詳情啦。不過都好快嘅啫，因為嗰個 Apps 其實就好似 PayPal 咁，就其實都係入少少資料咁就可以，同埋佢唔使入咁多個人資料，即係變咗好似賣廣告。但我想講清楚啲。咁如果你想揾我做占卜嘅話，而家都可以啦，海外嗰啲都可以揾我做占卜啦。因為我之前咧就係咧，我 PayPal 嗰度有問題，收唔到錢，咁所以就做唔到啊。咁啊真係好可惜啦。係講翻正題先啦。咁啊呢度3張咧，相信大家都揀好咗。經過我一段廢話之後，OK，咁啊依家就開始解牌啦。嗱咁首先咧就係咧嗱，第一組你哋揀到嘅係一個老鼠仔嘅，一兩隻老鼠仔啦。咁你就咬爛晒啲嘢啦。咁個 number 就係23啦，同埋7啦。嗱，咁呢個都係一個好神奇嘅。咁你23加7啦，咁你啱啱好啦，就係呢一個30啦。咁可能你諗嗰件事其實係同3呢個數字有關都唔奇啦，或者係會牽涉到一個3嘅，可能3月啊、30號啊、30個人啊等等。咁另外就係你而家諗緊嗰件事啊，其實你自己覺得即係無論係工作啊、學業啊、感情定係咩方面都好，即係你諗嗰件事啊，其實依一個情況就有啲危危乎，即係你都唔知得唔得，同埋望落去都好似唔得。就算得嘅話，都好似即係真正俾人嗰個感覺就係好似係就嚟玩完，或者係會知道係有一個比較大嘅競爭對手啦，會係一個小人嚟查禍你嗰件事啦，嚟干預你想做嗰件事等等嘅。即係同埋你見到後邊嗰啲嘢咁樣都夠啦，你都見到嗰啲老鼠，我自己就覺得好頹啊個樣。又或者本身你對呢件事嘅發展其實你根本就冇信心喎，你都唔知點，即係似係見步行步咯，即係一個比較似一個掙扎嘅情況。你而家就咁啊，而家做咗個確認牌先啦，長亭就簡單咗個你啦。你而家心目中諗緊嗰件事究竟係發展到一個咩情況咧？簡單咗個你而家心目中諗緊嗰件事究竟依家發展到一個乜嘢嘅情況呢？簡單咗個你而家心目中諗緊嗰件事依家發展到一個咩嘅情況呢？簡單咗個你啦，你而家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啦，究竟發展到一個咩嘅情況？簡單做你咧，你而家心目中諗緊嗰件事，究竟發展到一個咩嘅情況？
簡單做你啦，你喺心目中諗緊嗰件事究竟發展到一個咩嘅情況？咁你哋嘅第二派就係呢個寶劍二。嗱，第一組啦，咁啊依家其實就係有一個心底上面會有一個掙扎嘅心態啦，即係無論你諗呢件事究竟係感情啊、學業啊、工作啊，定係一啲家庭問題等等啊，咁你其實你係有諗過去離開呢件事，因為點解要離開呢？就係因為呢件事就係太多麻煩阻滯，而呢啲麻煩阻滯係你根本就處理唔到啦。就好似即係呢個咁，你望下佢點樣倒嗰個藥水，嗰啲根都係未斷開。即係你點樣做咧？其實根本就係好難去解決到嗰件事，同埋呢件事係好難單憑一人之力。咁啊，令到你覺得好有呢個無力感啦。咁之後都放棄。咁啊，再嚟就係，如果係喺感情方面，其實你哋兩個都分隔咗段時間，都係冇見面嘅，甚至有一方其實係已經移居咗外地，直頭同你住嘅地唔係同一個地方，唔係同一個城市啊。再有就係會好少見面啦，甚至已經係冇一個溝通聯繫啊。感情嗰啲嘅話，就係大家其實就唔係太知道大家嘅諗法啦，即係變咗依家係有乾等咯。如果你係問感情嘅話，都唔係太清楚雙方有咩諗法，咁個狀態根本就係已經分開咗好耐添嘅直頭。咁如果你係問第二啲嘢，你嘅工作啊，你開生意、開鋪頭、開生意啊，定係其他嘢都好咯。咁你諗呢件事，其實依家就係 probably 就已經係停滯咗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咁呢個係一個倒吊運嘅牌啦。咁啊，仲係正位咧。咁證明你嗰件事其實就真係停咗好耐。咁點解會停咧？就係因為你覺得呢件事同埋即係實際做落去啦。咁啊，同你實際嗰個目標或者係同現實其實真係有啲差距，唔係咁難做到。一嚟可能係能力問題，二嚟其實就係現實環境狀況問題，即係唔容許你去真係去打破呢啲障礙，同埋都唔係咁容易打破。咁其實亦見到第一組啦，你哋係曾經有努力過啦。咁但係你哋啲努力係有機會不被認同啦，同埋喺呢個重重困難、重重問題之下，其實變咗你哋個努力係就係好微不足道、好渺小。即係甚或啦，見到有啲觀眾，你哋諗緊嗰件事其實唔係努力就有用啦，係即係要比較靠呢一個運氣成分。即係好多嘢都係，好似感情都係雙向嘅。咁如果你係即係你想努力，但係對方唔想再為呢段關係付出任何時間精力，犧牲任何嘢，咁都係好難再即係行落去咯，都一樣。咁所以你諗緊嗰件事，依家就係喺一個完全係俾人撳咗呢個暫停掣嘅狀態咯。咁同埋成件事係發展得係非常之緩慢，即係可能喺呢個一兩個月啦，甚至係冇喐過咁滯。感情嘅話就係大家都好被動，即係你喺度等我揾你，佢又喺度等我揾佢咁樣，我冇人願意做主動嘅。即係簡單一組依一個狀態俾我感覺就係一個好無奈，一個好無力啊！即係就算用咩方法，even 同人講咁都好，其實都係解決唔到啦。咁另外就係即係呢個問題，其實就算解決到都唔係咁易解決到。一嚟見到你呢個問題咧，其實同實際即係個現況，仲有你嗰個能力，其實係一定有少少差距，甚至係對某部分嘅人嚟講係會有啲天方夜譚嘅感覺，即係好難達成啦。即係一定要有足夠嘅金錢啦、人力仲有實力先達到。即係你想做呢件事嘅，目前現階段啦，仲有喺呢個現實狀況睇，其實就真係好難做到。咁所以亦都會有一種心態啦，要有呢個寶劍二嘅，即係其實你即係諗緊究竟要點算好啦，即係你好似心底上面都唔想放棄，但其實你已經係有諗住放棄啦。喺現實情景嚟講，因為試過好多次都唔得。仲有就係咁，所以就會造成咗呢一個老鼠牌啦。其實呢個係雷諾曼牌嚟嘅。咁上面有隻老鼠仔啦，兩隻老鼠仔。咁造成咗呢個現象就係而家就好似一個苟延殘喘，拖得就拖，
即係其實大家都知嗰個結果會係點啊，咁但係都會再想望下係點樣啦，跟住用住一個一個遺憾啦，一個可惜嘅心態去離開啦。咁依家就係幫大家睇下究竟應唔應該做你心目中諗嘅嗰件事咯。揀第一組嘅你，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諗嗰件事，呢件事後續發展個結果會係點樣呢？揀第一組你，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咁呢件事會發展成點樣呢？揀第一組嘅你，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咁呢件事會發展成點樣呢？揀第一組嘅你咧，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嗰件事啊，咁呢件事之後會發展成點呢？揀第一組嘅你，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呢一件事，咁呢一件事之後會發展成點？揀第一組嘅你咧，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嗰件事之後咧，咁你呢件事會發展成點樣呢？咁你哋個底牌就係呢個啦，寶劍九嘅逆位。嗱，就咁睇個牌面嚟睇咧，揀第一組嘅你咧會比較多係問感情啦、工作啦、學業第二啲都會有機會嘅。咁啊，但較多嘅就係一個工作同埋感情方面啦。咁啊，依家講咗個結果先啦。咁啊，揀第一組嘅你咧，如果你真係做咗你心目中想做嗰件事咧，嗱，感情方面啦，你會發現到對方其實係有另一個對象啦，又或者其實你根本就知啦，即係男方嗰邊其實就已經本身係一個固定伴侶，已經係拍緊拖。咁不過即係你好開心，即係你做完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之後，其實即係你會覺得終於放下一個心頭大石啦咁樣。咁而你做咗你心目中嗰件事之後咧，其實即係你同佢之間個都會仍然存在隔膜咯。咁佢係唔會想同你透露咁多關於佢自己個感情狀況啦。即係整體其實佢對你有咩諗法咁樣，佢唔會咁做，同埋佢會拒絕你，即係佢會好明確咁拒絕你啦。因為其實呢度有兩張牌講緊拒絕啦。咁男方嗰邊會直頭係拒絕對方嘅，同埋就係甚至會一個比較直接咁樣啦去拒絕。咁另外就係咁呢段關係之後，其實就會開始又係進入一個比較迷茫嘅狀態啦。咁雖然你決定咗做呢件事之後，其實你會覺得比較開心啦，因為終於唔使為呢件事囉囉攣。咁但係呢度有一張權杖二啦，咁所以變咗即係再夾埋下邊咧嗰個魔術師逆位，唔係錢幣一嘅逆位。咁所以變咗即係呢度其實都會感覺到有個能量，就係你其實係諗緊之後要點算啦。即係開始係會一個唔再執着嘅心態咯，喺做完呢件事之後。咁所以如果對於第一組嘅你咧，感情方面其實你做咗你心入邊諗嗰件事，其實都算係有一個好嘅結果嚟嘅。咁不過你就要接受到，即係對方會拒絕你之餘啦，咁同埋你哋都唔會再做到一個朋友關係咯，唔會再有一個好親密嘅關係咯。咁因為呢個已經係聖杯六嘅逆位啦。咁呢個係即係仲有3張牌，錢幣一啦，又係錢幣啦，又係錢幣啦，咁全部都係逆位。咁所以變咗你同佢嘅關係之後就會變咗係一啲敵對敵立、一啲尷尬嘅關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講完之後可以令你覺得舒服啲，你唔會再執着於對方嘅話，咁其實未嘗而言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另外到工作或者其他方面啦，咁工作嗰方面啦，咁其實如果你做咗係真係可以達至一個雙贏嘅局面，但係即係要留意一個男人啦，一個男人佢係
即係佢有機會其實之前同你承諾過佢要同你做一個生意或者係做某啲嘢，但係其實佢依家唔會，即係唔會做翻佢自己做嘅嘢。即係譬如話佢會諗住，佢之前同你講過或者暗示過，嗱會俾機會你升職，或者係即係俾一個機會你去發展一個項目點啦。咁但係其實都噏到天花龍鳳嘅，咁啊到最後咧，其實係唔會有呢件事發生嘅。同埋佢係即係會好明確咁話俾你聽，其實即係你唔啱做呢個 job，係直頭唔會俾你，係會俾其他人嘅。咁同埋即係如果你係問工作或者係第二啲嘅移民嗰堆嘅嘢，咁亦都要留意一個女性嘅角色啦。咁呢個女性嘅角色都會喺即係你第一組你諗緊嗰個問題入邊係有一個影響力比較大，可以咁講。咁呢個公事上面咧，咁就要留意你做完呢件事之後，其實就會引嚟好多人其實暗地裏會對你有一個猜測啦，會對你有一個考量啦，即係你有機會變咗即係嗰啲口是是非之人嘅議題嘅主角，你會成日俾佢哋討論。咁但係喺討論呢個人啦，有更加大機會係一個女人啦。咁可能係同你一個年紀有差距嘅女人啦，即係年紀大過你嘅女人啦，都係比較有機會嘅。咁另外揀第一組啦，就算你唔係問感情啦，咁其實你都要留意下你做完呢件事之後會唔會影響你本身同你朋友嘅關係啦。因為呢度都有個聖杯六啦，都係講緊你同你朋友嘅關係啦。咁同埋都要留意其他嘢，即係你心底上對於呢件事嘅真正睇法嘅嗰個真正嘅情緒。即係如果你其實即係做完之後，當然啦，表面上見到你都好開心啦，因為你覺得係終於解脫咗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做完之後，阿馬底其實都係覺得有少少唔好嘅話，咁都唔緊要嘅。咁呢件事其實都唔係一個永久性啦，咁都會即係所有嘢都係啦，唔係出現咗一次咁就冇得翻轉頭。就算係嘅話，咁你都可以仲有其他嘢可以試嘅啫。人生仲有好多機會。咁另外就係咁啊，揀第一組啦。其實嗰個狀況啦，雖然係嗱，無論你問咩都好啦，咁你要小心一個男人啦。咁佢可能係有機會食言啦，唔做翻一啲自己做過嘅嘢啦。咁另外亦都要小心一個女人啦。咁佢係一個大小人啦。咁啊，第一組啦，咁其實你小心完呢兩個人之後，你真係做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其實嗰個結果係都幾好嘅。咁因為有個權杖四，咁另外嗰啲都係比較正面，但係你就要犧牲一下，即係你要俾人做一個是非對象，同埋俾第二啲人冷眼，又或者可能係第一組你諗緊嘅嘢，即係唔淨係感情，可能係工作上面你諗緊。你會唔會接受呢個 offer 升職，或者係你直頭係跳槽去另一間公司，或者係直頭你自己出嚟開公司移民，咩都好，一定係會有人唔抵得你啊！因為即係你開始其實轉變緊自己，跳出自己舒適圈，做一個更好嘅自己，一定係會有人妒忌咁樣咯。咁所以第一組啦，如果你真係想做即係有啲自己想做嘅嘢啦，就堅持住啦。OK， 相信你會得嘅，係啦。咁今日咧就係第一組嘅解牌咧，希望大家會中意啦。如果你有興趣香港海外地區嘅朋友啦，依家都可以嚟揾我做嗰個占卜噶啦。OK， 咁有興趣歡迎 Telegram 嚟揾我啦。咁啊，收費嗰個價錢其實會根據實時匯率而改變，同埋手續費都好低嘅啫。咁所以大家就係俾幾蚊港紙手續費，唔好蝕嘅嗰度。OK，咁如果你覺得聽完啦呢個唔啱你，咁你可以揀第二個選擇聽啦。咁如果你覺得聽完3個都唔啱你，咁都可以揀我第二條片聽啦。咁咧今日咧呢條片咧就完啦，希望大家可以俾個 like 啦，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好多謝大家，下次再見啦，拜拜。Hello， 歡迎嚟到第二組。咁你哋攞到嘅呢個牌咧就係17號，跟住有一個心心啦、桃心 Q 咁樣。咁你可以見到有兩隻殼喺度啦。咁啊揀第二組啦嘅你諗緊呢件事，依家係即係點講咧？我見到係有機會係一個分咗手之後，或者係即係你已經做咗嗰件事，你望下會唔會想再做一件追加嘅事？依家第二組俾我嘅感覺就係，即係你又覺得你自己可以重生啦，你終於係脫離咗某個困境，
你終於係結束咗本身嗰個咁麻煩、咁周交嘅狀態，你又想望下會唔會有啲咩意見俾到自己，可以令到自己裝備得更加好啦，嚟做一個重新嘅生活啦、生命咁樣。咁啊揀第二組啦，我覺得其實你揀個牌啦，就真係好有呢個生命力啦。咁啊啱啱喺呢個雀巢嗰邊啦，喂，出邊就係呢個太陽啱啱升起。仲好有好生命力啦，咁 probably 啦，甚至係第二組啦，你哋揀嗰個，即係你身邊係可能有人生仔啦，或者係你養嘅寵物可能係生咗一個新嘅 BB 仔都唔出奇，會有呢一個情況。咁另外就係揀第二組，其實我感覺你一個心情啊係好愉悅、好輕鬆，即係一個好即係療愈、磁場轉換得越嚟越正面，一切都會越嚟越好咁嘅狀態。咁啊，一齊嚟抽下確認牌先啦。揀第二組嘅你啦，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啦，依家發展成點？揀第二組嘅你啦，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依家究竟發展成點樣呢？揀第二組嘅你，你依家心目中諗緊嗰件事，究竟發展成點樣呢？揀第二組嘅你，你依家心目中諗緊嗰件事，究竟會發展成點呢？咁你哋揀到嘅係呢個權杖十嘅牌咧。嗱，揀第二組嘅你咧，你而家諗緊呢件事啦。咁啊，講咗事業方面先啦。咁如果你係問事業或者做一啲合作性嘅嘢咯，即係撇除感情其他嘢，如果你要同人合作嘅話啦。咁你依家其實係揾到一個好好嘅 partner 啦，揾到一個合作嘅 partner 啦，又或者其實你係諗緊究竟要揀邊一個合作嘅 partner，但係呢度更加多嘅係揀第二組，其實已經係揀定咗 partner，你已經本身係有一個固定嘅合作伙伴咁樣。咁但係對於最近你諗緊嗰件事，其實你就好猶豫決定要唔要做。咁因為如果你做生意，見到呢度有個情況，或者你做嗰件事啦，有機會係一個即係海外嘅形式，或者係一個遠距離，即係有機會係開設一個網上商店啦，又或者你係開一個分公司啦喺外國，咁又或者直頭你係諗住轉去外國做都有機會。咁另外喺呢件事入邊啦，最高話事人啦，最有影響力嗰個人咯，咁就會係一個女性嘅角色啦。咁但係奈何佢喺呢件事就個意見會比較固執，即係佢提出嚟嗰啲方案咧，其實就會有機會同其他人一樣有個好硬頸嘅位，咁所以變咗呢件事就會因為佢一個人啦，咁啊造成有一個阻滯，即係佢呢個女性嘅角色咧會比較一個溝通不良啦，咁同埋會比較 passive 啦，比較被動啦，對於處理問題方面，但係就好麻煩，就阻住晒，即係意見多多，但係又唔俾啲有用嘅意見咁樣。咁所以依家都係一個問題，究竟要點樣處決呢個人啊？即係要點樣處理佢嘅存在，要搞掂佢。咁另外啦，揀第一組啦，俾我感覺就係最近都會有啲，即係可能因為呢個人啊，會令你情緒上邊會比較爆發啲。甚至忍唔住直頭開拖鬧呢一個人咯，都會有機會啦。咁但係呢個係比較少數啦，更加多嘅係你忍住咗對呢一個人嘅怒火啦，
另外就係咁，同埋如果你係問一個學業考試啦，咁呢一度其實會見到你對呢件事好緊張，又或者其實你學業呢件事，即係譬如話你問轉唔轉到學校，轉唔轉到公司、工作事業嗰方面，咁其實就要好 depends on 一個女性嘅職位，一個女性啦，咁因為佢好決定你轉唔轉到。咁又或者其實你話嗰件事完全係冇人控制到嘅，係得你自己先控制到嘅，咁我會比較少呢個情況啦。咁因為第二組啊，你即係今日揀第二組啦，其實會比較多係一個合作伙伴嘅角色啦。咁所以喺呢個牌組入邊，其實會牽涉3人到2人嘅合作關係咁樣嘅。咁其實呢一個女性啦，更加多係嚟自於你合作以外嘅人咧，即係嗰個人啦，唔係同你即係啱啱點講咧，即係同你唔係合作咗好耐都會有呢一個機會啦。相反，同你合作得好耐嗰個，咁其實見到係你哋其實就合作得好好啦，會比較多係咁。你亦都可以，當然咧亦都係有少部分其實就係喺你本身合作咗好耐嗰個夥伴入邊，其實你哋有摩擦都會有呢個情況。但係因為呢個始終係大眾占卜，咁我唔夠膽講，即係一定係邊一個啦。咁所以只能夠係同大家講係兩個情況都會有嘅啫。咁另外，咁如果你係問感情嘅話，如果你係男性嘅話啦，咁啊對方其實就係已經有一個伴侶啦，已經係拍緊拖啦，咁啊甚至係結咗婚咯，即係總之會有一個伴侶係喺佢隔離嘅。咁另外就係，如果感情嘅話，就會見到女方其實係比較偏好被動嘅角色，即係會直頭唔想同對方溝通啦，對呢段關係係冇晒熱誠。冇晒熱情，全部咩都隱藏晒，唔會俾對方知道。即係感覺上亦都唔想再俾對方知道自己任何嘢啦，亦都唔即係好抗拒，唔肯講。咁對於呢段關係都會覺得好緊張，覺得好辛苦，所以先唔肯講啦。咁但係呢度比較有趣點就係，即係你哋之間啦。咁雖然係咁樣一個緊張啲嘅狀態，咁但係其實就目前處於一個二揀一嘅狀態啦，即係。即係會覺得對方好似你嘅靈魂伴侶啦。咁另外就係諗緊究竟要唔要揀第二個，定係或者你揀其他嘢啦。因為呢度見到始終就係有一個女祭司啦，即係兩個人嘅選擇啦，同埋未有見到其他更加多嘅對象。咁不過呢段關係啦，有機會係。受到第三方嘅干預啊，咁因為始終有個教皇，咁呢個人可以係嚟自你嘅屋企人啦、親戚啊，又或者係朋友其他人啦，咁佢哋會對你，即係嗰個人對你呢段關係，或者甚至對你啊，咁就會講一啲嘢啦，咁就間接好影響雙方其中一方對呢段關係嘅行動啦，對呢段關係嘅諗法啦，咁另外就係。又或者甚至係對方，因為都剛才提及啦，對方男方，因為剛才提及對方男方嗰邊其實係本身係拍緊拖啦咁樣啦，咁所以可能變咗係同佢拍緊拖嗰個人啊，咁就會講你同佢嘅嘢啦，又或者係會阻止你哋咁樣嘅。會有呢一個情況，咁所以變咗依家呢一段關係個發展就好似點樣做都唔得啦，點樣做都有好多問題同埋障礙啦，咁大家都係諗唔到咯，即係無論你係問感情定係學業工作方面啦，咁揀第二組嘅就係有好多問題同障礙，好複雜，即係其實呢啲問題障礙係可以有機會係可以解決到，但係問題係真係太多，咁一時之間湧晒上嚟，咁你都唔知點算。同埋會開始覺得搞到好攰，好想快啲完結。但係即係見到第二組嘅就係剛才提及到，一開始就係其實你同呢兩隻殼一樣啦。咁就係有一個好堅毅、一個堅強嘅心。咁所以先會令到你啊，就算係一個咁多問題嘅情況下，其實你仍然係堅持住咯。即係特別係問工作啊、事業啊，即係做生意嗰對第二組。其實你係堅持得住嘅，咁不過如果感情方面其實就比較辛苦，比較難講咧。咁第二組就咁一齊再嚟睇下，其實你應唔應該做你心目中諗嘅嗰件事？
揀第二組嘅你啦，如果你做咗心目中嗰件事之後，呢一件事後續會點樣發展呢？揀第二組嘅你咧，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諗嗰件事，呢件事嘅後續會點樣發展呢？揀第二組嘅你，如果你選擇做咗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咁呢件事之後會點樣發展呢？揀第二組嘅你咧，如果你選擇咗做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咁呢一件事會點樣發展呢？揀第二組嘅你，如果你選擇做咗你心目邊諗緊嗰件事，咁呢一件事會點樣發展呢？揀第二組嘅你，如果你選擇咗做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啦，咁呢件事之後會點樣發展？咁你哋嘅底牌呢個啦，聖杯九嗱，咁啊揀第二組嘅你啊，恭喜晒先啦！咁如果你係問緊一個工作方面嘅動動啦，咁你做咗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唔錯嘅結果，有一個比較豐盛嘅結果。咁但係途中就當然要犧牲一少少嘅嘢啦。咁你可能要犧牲一啲其他人俾你嘅合作機會咁樣，要犧牲呢一個情況，甚至要犧牲埋本身同你合作緊嗰個女性對象啦，即係你要犧牲嗰個即係好麻煩嗰條友，可能直頭踢佢出 group 啦，或者佢自己主動唔再同你哋做合作咁樣嘅。咁啊，另外如果係問緊工作事業嗰啲啦，咁就要小心一下啦。咁你哋嗰個，就算你真係做咗咯，做咗呢件事之後啦，咁你哋做嗰件事有機會係受到其他人嘅質疑啦。不過有陣時有好多嘢都係即係放棄少少嘅嘢啦，咁就換取更大嘅利益啦。咁就其實都係視乎一下你覺得即係呢件事咁樣做值唔值啦。咁啊，見到如果你真係做咗你心目中嗰件事啦，工作方面其實你會放棄咗一啲少少嘅工作機會啦，同埋少少嘅利益嘅。咁所以變咗其實你之後會有少少猶豫諗翻起啦，究竟你做呢件事嘅係咪正確啦？咁不過牌面上啦，見到咧，其實你會顯示你會迎接一個比較好嘅結果，即係比較豐盛嘅結果啦。咁所以如果你係想獲取多一啲即係更加大嘅比較好嘅人物啊，又或者係一個好豐富、好豐盛嘅結果，一個係好令人值得鼓舞。差唔多基本所有資源啦，都係集中晒喺呢一個工作機會上邊啦，好成功啦。咁你就可以選擇係做呢一件事。咁如果你係話想全部都包攬晒埋啲細嘅機會一齊撈，咁呢個機會就比較難啲啦，因為始終都會有啲嘢都會有取捨嘅。咁同埋你撈完呢件事之後啦，咁有一個都幾好嘅狀況就係，咁工作方面咧，咁有個男人咧會一直比較留意住你哋啦。咁佢有機會係即係想同你哋合作啦，或者係佢都會俾一啲意見你，即係你會開始吸引咗多啲人嚟留意你個項目啦。或者係吸引多啲人嚟同你創業投資嘅，咁呢個人呢，亦都有機會會俾一啲機會你啦。咁因為下邊就係一個錢幣騎士啦，咁所以變咗就係你做咗呢件事，咁啊揀第二組嘅你，係啦，揀第二組嘅你，咁你做咗你心目中諗呢件事之後啦，我就會開始吸引更加多嘅機會，但短期你係會放棄一啲，即係你必須要放棄一啲小嘅機會，一啲小嘅合作機會。咁同埋揀第二組啦，咁你開頭你諗緊唔清楚嗰啲嘢，即係如果你有啲擔憂啦，咁嗰啲擔憂其實會出晒嚟，即係唔一定係全部發生晒，但係咧就會開始慢慢退色啦。同埋就算如果你有啲不明嘅擔憂，即係你唔知擔憂緊啲咩，但係你就係有啲擔憂，咁嗰啲擔憂都會浮現上，所以你就會知道自己究竟擔憂緊啲咩啦。
咁我知道自己其實嗰個單位係即係唔需要有嘅，咁就其實都好好啦。咁你哋做咗呢件事之後，其實就會大家都會好開心啊，會吸引越嚟越多嘅工作機會啦。咁如果喺工作方面、學業方面你揀第二組，咁你係有決定諗過咁樣做呢？咁其實係一個好好嘅結果，係會成功嘅。不過係需要一啲少少嘅時間啦，同埋一個少少嘅犧牲嘅。咁至於愛情方面啦，咁佢揀咗第二組你啊。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想做嘅嘢之後，即係感情嘅話，呢一段關係呢，其實就會出現一個第三方嘅象徵啦。咁一個徵象可以話係，同埋呢段關係會即係可以係發展到，但係會係一個比較短期玩樂，唔係太認真嘅關係，即係對方係唔會打算長期發展啦。咁同埋呢一段關係入邊呢，會有一方啦，之後係會比較鍾意去揾其他異性對象啦，或者同其他異性對象曖昧，同埋唔會放棄其他嘅對象咁樣嘅。咁同埋揀第二組嘅你啦，即係如果你係感情方面嘅話啦，咁你就算做咗你心目中嗰個決定之後咯，咁其實呢段關係最終都係會面臨一個二揀一嘅抉擇，即係諗緊究竟要唔要接受對方嘅邀請啦。咁因為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個抉擇之後啦，咁男方嗰邊啦就會多啲去留意對方啦，會係主動同對方溝通嘅，咁亦都會係想同女方一齊啦，即係主動提出同女方一齊咁樣，而且都係好快就會想同女方講想同佢一齊咁樣啦。咁如果你做咗呢件事，咁不過女方嘅態度都係會仍然比較點講呢？就比較被動啦。咁甚至係會想拒絕男方嘅邀請啦，唔想同男方一齊啦，因為都覺得呢一段關係其實即係咁樣最多只能夠發展到一個短暫玩樂嘅關係，好似都冇乜意義咁。咁所以女方嗰邊其實都會考慮係即係唔就算即係做咗你心目中嘅嘢之後啦，咁其實都唔會再考慮係繼續發展，亦都會對對方係比較冷淡咯。即係亦都，如果你話喺感情嘅話咧，咁其實見到女方其實由頭到尾嗰個態度都係比較點講呢？就比較頹，比較被動咧，完全係冇晒 feel 啦。但係就會想試下啦，但其實最後尾發現其實都係一個短暫嘅三人關係啦。咁所以之後都唔會再對呢段關係抱有一個太大嘅希望、太大嘅期望咁樣嘅。咁另外，如果係愛情方面嘅話，同埋啦，其實都要留意返對方其實對你有啲咩真實嘅感覺。咁因為第二組呢，如果你係做咗你心目中想做嗰件事嘅感情方面，即係呢度見到其實大家段關係啦，剛才提及過都係一個比較短暫尋開心啦。咁不過男方啦，佢想同女方一齊嘅時候，就會表現得比較認真啦，即係個態度會比較誠懇，甚至可以呃到人。咁但係其實諗深一層，其實都知道對方係比較花 fit 啦，係唔中意一個專注於一個長期對象啦，一個長期嘅關係咁樣咯。咁同埋就算呢段關係再發展落去，都會比較即係要忍受對方有咁多對象啦，同埋要即係呢段關係其實都好難會有一個深入嘅交流，會比較多係喺一個表面，即係形式上一齊咗吃喝玩樂嘅時候就一齊玩。咁但係實質上你話如果係要多啲同對方有心靈上嘅交流啊、價值觀嘅交流，再長遠嘅發展，咁就會比較難啦。咁所以咧，其實最後尾揀第二組嘅你咧，就算你做咗你心目中想做嗰件事啦，咁女方其實嗰邊之後都會好大機會會拒絕翻男方噶啦。同埋另外就係你見到有個心態就會女方會覺得男方其實係比較幼稚、比較唔成熟啦，知道佢即係覺得佢未定性啦，其實都
咁所以揀第二組嘅你啦。如果係工作方面啦，咁呢個結果就當然幾好啦。咁如果係感情方面啦，咁其實就要認真再諗下呢段關係要點樣發展啦。咁如果你話學業方面嘅話，其實你都會得到你想要結果嘅，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有個男性對象啦，可能係你嘅導師啦、你嘅 lecture 啊，或者係其他啦一啲行政人員等等啦。咁你想做嗰件事就會同一個男性有關，女性都會有嘅。不過如果係即係如果你係話想問做一個 project 呢一個題目嗰個 tutor 會唔會批你嘅話，咁如果你個 tutor 係男人嘅，咁其實佢都會認同你嗰個諗法嘅。咁如果係女人，咁就要小心啲。又或者你自己就係嗰個女人，你對嗰個 project 係冇一個熱誠啦，覺得好頹廢，完全冇一個動力去繼續做，都會有呢一個機會。咁如果你係學業，其實都係類似，都係一樣。咁個 tutor 係會認同你嗰個題目嘅，不過你俾咗佢嗰個題目，其實係佢認為 OK， 但係實質上你即係你會諗緊再轉，因為你覺得喺現實生活考慮你即係做下好似比較難做，同埋你唔係太中意呢個題目啦，會見到即係你純粹係為咗過關，為咗等佢批題目，跟住你先係即係揀呢一個啦。咁會比較多係咁。咁就一齊嚟再望下，會唔會有啲咩信息係可以俾到第二組嘅觀眾啦。咁啊，第二組嘅觀眾啦，咁佢呢度同你講緊啦，其實佢就叫你係接受自己啦，同埋係接受多啲批判性嘅，同埋即係盡可能去探索多啲你即係身邊所有嘅嘢，去揾佢多啲資訊啊，多啲唔同嘅人接觸你啊，同埋佢都會鼓勵你去做一啲新嘅事物啊，即係去離開自己嘅舒適圈啦。甚至係做一啲即係你想做好耐但係你一直未做嘅事。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張啦，咁其實同呢個好似嘅，咁都係一個好動態，會俾人覺得係好有 energy 嘅咁嘅感覺。所以我覺得咧，其實佢都係同緊你講啊。咁既然其實你一日有個新嘅轉變啦，身心靈上開始會有一個療愈嘅過程啦，甚至已經係療愈完畢，準備重新啦。咁你係時候就開始揾一啲新嘅嘢令自己做下啦，咁啊做一啲比較有意義嘅事啦，咁例如學一啲新嘅語言啦，睇一啲理論嘅書咁樣啦，可以啟發到自己嘅邏輯思維啦，或者係多啲幫下人啦，又或者係做一啲關於靈性方面嘅治療啦、療愈或者係觀賞等等啦，咁都係對你係有幫助。咁佢主要係同你講緊嘅就係要接納多啲自己同埋其他人對你嘅意見啦，同埋要接受多啲現實啦，咁你就可以俾自己一個心理準備，可以應付到一啲突發嘅情況。咁另外啦，咁如果你揀第二組你啊，如果你係問緊愛情嘅話，咁其實佢叫你係可以俾多啲。如果你真係想繼續呢段關係嘅話，咁你就記住，即係呢段關係都投入多啲感情，就有多啲愛嘅感覺。但最重要就係你要擺多啲時間落自己度先，即係擺多啲愛俾自己，即係關心自己，留意翻自己多啲，多過嗰個對象。因為你要整理翻你自己啦，咁你先其實有能力再去照顧或者係關心別人啦。咁至於嗰個對象其實值唔值得你去繼續，咁呢個就見仁見智啦。咁如果你真係想繼續呢一段關係，就真係要擺多啲時間，愛惜多啲自己。OK，咁第二組其實個信息其實都有好有壞啦，咁各佔 50%，咁希望大家可以變得更加好啦，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你啦。咁另外，如果你係喺香港海外嘅朋友啦，想揾我做一個占卜啦，歡迎 Telegram 嚟查詢啦。我而家就已經開放咗一個海外付款嘅 account 啦，咁手續費比 PayPal 更低，詳情可以揾一揾我嘅 Telegram。咁如果你話係睇完呢條片你覺得嗰個情況唔啱你，咁你可以揀第二個啦，咁一定會有個啱你。如果你想做一個全符合你個人信息嘅個人占卜，歡迎 Telegram 嚟揾我，就係咁樣，係啦。希望今條片真係幫到你啦，記住俾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OK，下次再見啦，拜拜。
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第三組。咁你哋攞到嘅牌呢，就係呢一個啦，18號嘅狗仔。咁就係呢一個紅心10啦，定唔知黑色啦。不過因為呢一度係金色啦，咁所以其實冇顯示呢個心係黑色定係紅色。你攞到嘅就係呢個狗仔，望到就好忠誠啦。咁不過揀第三組嘅你啦，感覺上依家就係、感覺到幾個情況，一就係你覺得，如果喺感情方面，你會覺得俾人遺棄啦；工作方面，你會覺得俾人受到冷眼對待啦。咁但係點解你會有呢個感覺？就係因為你喺呢件事度付出咗好多，但係你覺得自己得唔到一個回報，得唔到一個俾人重視嘅感覺，甚至係有一啲欺騙嘅情況出現，即係欺騙你嘅。如果做生意嗰啲就要小心少少。另外就係啦，如果你本身係有一段關係，或者你係好中意個對象嘅話，咁其實見到有一方都係會比較忠誠啦，即係會好忠於對方啦，唔會胡亂出軌啦。但依家嘅情況就係你付出咗，但係對方對你付出嘅嘢唔足夠啦，甚至仲要係拋棄咗你啊。同埋揀呢一組嘅你啦，感覺上其實你係等緊一樣嘢，或者等緊一個人好耐啦，感覺就係、即係你等緊，你不停係做好晒準備，等緊佢翻嚟，但其實啦，即係嗰樣嘢一直都未實現啦，個人都未翻嚟咁樣。咁啊，詳情再幫大家抽下牌啦，望下點先。咁揀第三組嘅你啦，你而家諗緊嗰件事嘅情況究竟發展到點？揀第三組嘅你啦，你而家心入面諗緊嗰件事究竟發展到一個咩嘅情況，一個咩嘅地步呢？揀第三組嘅你心入邊諗緊嗰件事究竟依家發展到一個咩嘅情況，一個咩嘅地步呢？揀第三組嘅你心入面諗緊嗰件事依家發展到一個咩情況，一個咩嘅地步呢？揀第三組嘅你心入邊諗緊嗰件事依家發展到一個咩情況，一個咩地步呢？另外係啦，忽然間就諗到就係、即係揀第三組咁，你可能甚至係即係你諗嘅嘢，甚至係可能關於一個家庭，即係唔一定係一個愛情關係，可以係一個家庭關係嘅嘢都會有機會啦。咁不過就比較細嘅。咁同埋揀第三組啦，見到個牌面依家個情況唔太樂觀啦，主要見到你哋係嚟問一個感情方面嘅嘢。當然啦，學業啊、工作方面都會有少許嘅。咁我由於呢一度工作同埋學業就係佔一個少數啦，咁我就嗱嗱聲講咗呢一個先，係啦。咁如果大家唔想聽呢一部分，可以飛咗去啦。如果你話覺得唔關事，你飛咗去，咁你飛到後邊，我諗應該幾分鐘啊。whatever，你簡單撳下就知啊。嗱，工作方面啦，呢一組就即係你而家係，我覺得今日三組個能量都係有啲相似，就係揀第三組，你係有諗住轉行，或者係諗住拋棄你而家做緊嘅嘢，即係諗住係從頭再嚟過，因為好難做到你嗰件事。即係見到你其實你係有努力過，有嘗試過去解決呢一個問題，但係根本就係做唔到，係一個好力不從心嘅狀態。咁同埋即係呢件事嘅發展啦，依家就會開始有啲緩慢啦。同埋你對於要唔要轉行，要唔要去轉一個新工，定係轉一個新嘅項目啦，發展一個新嘅地方，或者拋棄舊嘅嘢，都會有一個拖延症。呢個拖延症俾我個感覺就係，即係一嚟係未搜集清楚資料啦，自己都好混亂，自己唔知想點。咁二嚟就係個心態上面會有少少抗拒改變咯。第一組你係工作方面嘅話，同埋啦，見到第一組啦，咁其實
即係你哋係有一個年紀比你大嘅女人啦，咁或者你就係嗰個女人都唔奇啦。咁啊，但係多數會係呢個係講緊對方啦，呢一個皇后呢個牌會有一個年紀比你大嘅女人，咁其實佢有俾個 offer 你，即係會俾一個機會你啦，譬如話邀請你去參加啲新嘅項目啦，做一個新嘅發展或者去幫下佢手過下 professional 咁樣，咁但係你拒絕咗啦，又或者係咁樣，即係你又諗住轉嘅，你去揾佢，但佢拒絕咗你，都會有呢個情況。但更加多嘅係，我覺得係你拒絕咗佢。不過呢個情況係各佔一半一半啦，因為始終係大用占卜。咁另外就係有機會你再去即係轉工嘅時候，再去問即係嗰個阿 head 啦，或者係 offer 你工作機會嗰個人。咁佢係女人之餘，咁你自己都係女人啦。咁但係對於呢份工，即係要再轉一個新嘅軌道，就係你覺得有啲唔上手，即係對於即係你想喺呢度發展，但諗諗下，其實自己又好似唔係太適合，覺得即係自己嗰個溝通能力對於呢一行嗰個要求相比，好似唔係太符合，即係做落去又驚好辛苦，又係連 professional 都過唔到嘅，會有呢一個情況。咁所以依家啦，即係對於呢一個決定啊，咁其實就係卡咗喺度，就掙扎咗一段時間，咁就唔知點算。咁另外就係其實亦都有一個機會，剛才係提及過，其實你係想揾一間公司或者係想轉一個行業，咁但係人哋拒絕咗你啦。咁人哋拒絕咗你嗰個，咁對方其實係直頭對你冇興趣添，係直頭即係唔想 show 你，即係可能收完你個 email 或者見完 interview，咁就唔再揾你，會有呢一個情況啊。同埋揀第三組嘅你啦，即係喺工作方面，其實依家會覺得卡卡地啦，唔順利啦，即係甚至可能最近運氣都唔係比較好，即係所有嘢完全冇改善，甚至有機會變得更加衰，所以變咗你係好想脫離呢個環境，但係你唔知會點樣脫離，你好掙扎，究竟唔知點算。咁啊，講翻感情啦，咁感情嘅話，你如果係問感情，男方嗰邊啦係會有一個點解今日又嚟嘅？差唔多三副都係咁，咁就係男方嗰邊啦會有一個人啦，有一個對象其實係拍緊拖啦，又或者係結咗婚啦嚇，就會有呢一個情況。又或者會有一個女性啦，個地位即係喺愛情關係入邊啦，咁佢個地位係大過你嘅，對方係會着緊過佢多過你咁樣，而嗰個人就會鉗制住你，會變咗呢個情況。咁另外都有一個就係你話其實對方係單身啦，咩都冇啦，冇曖昧有成啦，呢個都係有機會嘅。就係你覺得嗰個人，你覺得嗰個女性，覺得嗰個對象好有魅力，即係你覺得佢好吸引啦，好包容啦。然後就係基本上係一個好有女性嘅魅力，即係所有嘢都會包辦啦，會幫咗你好多嘢。好有生命力啦，俾人感覺就係好有一個憧憬。咁但係其實佢會比較內向，唔識得點樣表達自己，比較含蓄啦，亦都喺情感方面有陣時會比較怕醜啦，好多嘢都唔係直接表達出嚟嘅，係會用行動表達出嚟嘅。咁但係嗰個女仔佢就拒絕咗同你一齊啦。為咗你情況，因為呢個叫前8日嘅逆位，咁係好大機會其實你係想同過佢一齊，你有講過，但係佢拒絕咗你，咁甚至變咗依家就係佢唔再覆你啦，唔再揾你啦，甚至 block 埋你，都係有呢個情況嘅。咁感情嘅話，其實一就係又係卡咗喺一個位度，咁你同佢呢個關係呢，其實已經停滯咗一段時間，仲要係一個咁差嘅時間，咁啊大家都唔知點算啦。咁另外就係咁，由於呢段關係發展到咁，仲要卡咗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其實好大機會就係你有諗過係離開啦，再去揾第二啲新嘅對象啦，再去發展一啲屬於自己嘅嘢，唔再專注喺對方身上嘅。咁同埋感情方面啦，呢一段關係其實會有一個 delay 嘅現象，就係即係你哋之間嗰個溝通呢，就算你哋係見面啦，或者係本身係有一啲
send message 或者係聽電話，唔係講電話咁樣啦。咁但係有陣時，大家嗰個諗法未必係即係同對方吻合之餘，仲會有少少詞不達意啦。一嚟有機會係緊張啦，咁二嚟其實就係剛才提及過啦。咁第三方揀第三組啦，咁你諗緊嗰個對象女方其實有機會係一個比較內向嘅人啦，咁所以其實佢都唔知點樣表達。咁另外就係其實見到有一方其實有啲嘢想表達俾對方，但係一直都未能夠講到，一直都揾唔到一個有效嘅方法去傳遞啦。咁依家傳遞信息嘅方法就係變咗睇人哋嘅 social media，你去 friend friend 揾佢，但係即係揀第三組，其實佢 even 係有機會 block 咗你，或者係已經唔想再同你傾偈啦。咁所以究竟你要點樣傳遞呢個信息呢？咁呢個係一個好麻煩嘅嘢。咁所以而家變咗就係有一方仍然係有留意對方，咁就係但係會用一個偷窺形式啦。即係會有一個小心翼翼嘅形式，即係譬如話係開個新 account 去睇嗰啲 IG、Facebook 啊、MeWe 等等啊，即係會揾一啲方式去偷睇佢啦。咁會比較鬼鼠啦。咁第一組就咁。如果你係話學業方面，咁學業方面啦都一樣啦。其實同即係工作嗰度差唔多。咁就係其實即係你本身你有諗住發展嗰方面嘅學業，即係會有兩方面俾你揀啦。依家就係。咁但係你發現自己其實唔係真係 handle 緊呢一科，或者 handle 緊呢一個好 academic 嘅嘢 handle 唔到，咁所以你會開始諗究竟係咪要轉第啲呢？但係如果要轉嘅話，你覺得即係萬一如果轉唔到嘅話，又係卡咗喺原點，或者我又要變咗捨棄某啲嘢，即係會有一個好矛盾嘅位置。咁另外學業嘅話，其實呢一組咧，你本身即係你讀緊嗰個系，其實都好多麻煩嘢，啲 workload 好大咯，可以咁講。同埋如果你係有諗住轉系或者去做一個新嘅論文題目，又或者做一啲好 academic 嘅嘢啦，咁會有有一個機會，有兩個機會就係一你係嗰個女性啦，咁你就好中意呢一個題目。咁但係奈何你得唔到呢個機會。二就係有一個女性啦，咁可能你個 tutor 就係女人啦，你個 supervisor 就係女人，咁但係佢就唔批你呢一個題目啦，會有呢個情況。但係呢樣嘢比較得意嘅，如果你係學業方面咧，有機會係你做同類型嘅題目咧，佢唔批俾你，但係咧佢又批俾人哋嘅。OK。大概就係咁先啦。咁依家就係一齊嚟望下，究竟揀第三組嘅你啦。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想做嗰件事之後，會有咩後果？揀第三組嘅你啦。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呢件事會點樣發展呢？揀第三組嘅你啦。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呢件事會變成點？後續會點樣發展呢？揀第三組嘅你，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諗緊呢件事，呢件事後續會點樣發展？會變成點樣呢？揀第三組嘅你，如果你做咗呢件事，呢件事嘅後續發展會係點？會有咩後果呢？揀第三組嘅你啦，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啦，呢件事後續發展會係點？你會得到一個點樣嘅結果？揀第三組嘅你，如果你做咗你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啦，咁呢件事個後續發展會係點樣？個結果會係點呢？揀第三組嘅你啦，如果你做咗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呢件事會點樣發展？個後續會係點樣呢？睇嚟今日三組嘅能量都會相似，比較正面，咁所以其實亦都唔排除可能係有觀眾揀咗一次過揀咗1、2、3組嚟聽都 OK 啊。咁不過呢個情況會比較少。咁你哋個底牌就係呢個啦。
The Wheel of Fortunes。OK， 咁啦，揀第三組嘅你啦。如果你真係做咗你自己心目中諗緊嗰件事啦，呢件事呢係會有一個好嘅結果，會有一個好嘅發展嘅。咁不過中間就會當然經歷一啲苦難啦。咁喺你得到一個好好嘅結果，好好嘅你想要嘅後果啦。就算係過程中啦，定係你得到嘅時候啦，咁其實都要即係你都要仲要係經歷一段痛苦、一段比較艱辛嘅時期，唔係咁容易做到。即係譬如話，你終於成功即係你改咗嗰個論文嘅題目，或者你係轉去 apply 第二個系啦，咁你終於係攞到嗰個 offer。咁但係即係你又要再開始你個艱辛路程去做呢一個 research， 去做一個2年可能讀 MPhil 咁樣，又會好攰。咁呢個就講咗工作方面先啦，都一樣。咁工作方面咧，如果你做咗你心入面諗緊嗰件事啦，咁係好好嘅，你會有一個即係嗰單嘢係一定會傾得成啦。咁而且嗰個金錢啦，開嗰張單啦，收益都係唔錯，甚至會比你之前嘅高嘅。咁你甚至有機會係同到開單嗰條友做朋友，即係私底下會做到一個即係可以去下飲酒啊，去吹水嘅朋友都會有嘅。甚至會成為長遠嚟講咧，有機會做一個比較穩固嘅伙伴合作關係。同埋因為第三組啦，你揀咗你要做嘅嘢之後啦，咁會變咗你得到好多機會同埋錢財啦，會有好多發展資源，咁所以變咗你會喺度考慮究竟要優先用邊一啲資源，優先做啲乜嘢嘅項目。呢個就係比較你難決定嘅地方啦。咁另外慘嘅一點就係，由於有太多嘢啦，咁所以你係要逐個應付啦，同埋見到你即係揀第三組，你做嗰樣嘢，呢一組其實有機會係創業或者係自己做老闆，做一啲即係可能 sales 啊、保險嗰啲東東咁樣啦。咁你之後嗰個過程，就算你做咗之後，其實你都係再繼續擺好多時間精力上去繼續經營。咁所以其實都一樣繼續好辛苦啦。咁但係呢個辛苦可以令你有一個新嘅開始，可以令你大展你嘅才華，用到你嘅能力上去。雖然即係你做嘅過程當然好辛苦啦，咁但係其實見到第三組嘅你啦，咁其實你都係真係中意係咁樣發展，而呢個都係你嘅即係發展嗰個 pathway 喺工作上面。咁所以你做起上嚟嘅時候比較得心應手。咁另外就係如果工作方面啦，咁你係諗住創業啊，定係做一個合夥人都好啦。咁男性嗰啲，即係如果咁啱聽緊呢條片嘅你係男性啊，咁其實你會更加中意你做緊嗰份嘢，你會更加對佢有熱誠，你會仲快做得好啦。咁女性嘅話啦，咁其實會有一個男性好熱烈咁嚟幫你啊，甚至係對你嗰個 project 啊，對你嗰個公司啊，對你搞緊嗰啲 event 係非常之有興趣嘅，甚至會主動幫你嘅。咁但係呢度都要留意一樣嘢，因為始終就係出咗個教皇牌啦。咁但係整體都其實好正面啦。今日三組都係一個非常之正面嘅能量啦。尤其是第三組咧，更加多覺得係可以苦盡甘來，因為前面嗰兩組啦，咁第二組嗰個就會比較一半半啦，嗰個情況好又一半啦，唔好又一半咁樣嘅。咁啊，講翻呢個教皇嘅牌先啦。咁工作方面就要小心望下會唔會即係有人騙你啦，有機會係攞到一啲錯誤嘅資料啦。因為剛才提及到你係會因為有收到太多單啦，收到太多嘅生意啦，令你係非常之忙啦。咁同時間你都要過濾一下你個 partner 或者係第二啲人啦，匯報俾你嘅生意上面嘅資料啦，其他嘢等等。咁如果唔係你誤信咗呢啲資料，就有機會墮入咗呢啲甚至一啲法律嘅圈套啦。咁不過呢度就係比較少會有呢一個情況啦。咁同埋都要留意一下，就係剛才提及到就係一個男性啦，會對你嘅工作比較有興趣啦。咁但係要留意一下啦，佢嗰個做事嘅模式可能會比較刻板啦，會比較點講咧，比較固執。咁就算唔係呢個男性啦，咁你都要留意一下一個刻板固執嘅人啦。如果唔係咧，佢其實會更加阻礙你想做嘅嘢。即係其實
仲有一樣嘢，佢就提醒緊你哋要打破個舊有嘅思維啦，喺工作方面。採取一個比較 flexible 啲嘅諗法啦，如果可以嘅話，同埋你哋想做呢件事，其實就好難去，即係點講呢？你嗱揀第三組啦，就算你係工作啊、學業啊、感情嗰啲乜嘢都好，你揀呢條路，就算你移民都好，你注定係要靠自己，真係靠自己。呢一組就係完完全全要靠自己啦，咁所以變咗你好辛苦啦。咁如果你有諗住移民嘅話，咁你係好大機會透過你嘅朋友嘅幫助，而令到你可以成功移民啦。咁同埋你都會得到一個機會嘅，呢個機會即係移民嗰個國家亦都可以令你賺到唔少錢啦。譬如話令你交少啲稅都唔奇啦，即係會令你有好多發展嘅機會。咁但係你都要一啲時間去考慮啦，因為始終到嗰度人生路不熟，咁同埋你都係自己一個去，又或者去到之後其實你係做主力，做一個支撐嗰位，咁所以變咗第三組係一個苦盡甘來，要靠自己，真係要靠自己努力先可以去走出呢一片天啦。咁不過相信你自己，你哋一定係得嘅。咁另外就講翻一個感情方面先嘅。咁我揀第三組，咁你感情方面嘅話，如果感情方面嚟解，其實就唔係一個好嘅結果，因為我唔知你點諗啊，就係因為呢一組，如果你係有諗住表白或者做啲咩嘅話，你做咗之後，你哋呢段關係就會變成一個朋友咯。不過如果你覺得係一個做朋友都可以當做擁有嘅話，咁呢一個心態對你嚟講，呢個結果對你嚟講，咁其實都會算好嘅。因為之後你哋呢段關係啦，咁其實就會進入一個甚至係一個好 close 嘅朋友啦。就算可能係曾經曖昧過、分手過，或者係有啲咩嘅感情問題都好，咁你哋之後其實都可以繼續約出嚟食飯啊、見面啊，大家幫下手啊，甚至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好 close 嘅朋友，做到一個知己啦，做到一個即係可以結咗婚之後都可以當係 brother 或者 sister 咁樣一齊係出嚟吹水咁樣。咁所以你哋之後嗰個關係會變得好好，會有呢個情況。咁另外就係，但都要留意就。即係呢段關係咧，有機會因為冇斷到啦，咁所以其實有一方會仲有寄望，會想提出再同對方一齊啦。咁但係就會好難做到。咁不過提出呢一個嘅人啦，咁有機會係一個男性啦。咁因為始終男性會對呢段關係比較主動啦，之後即係會比較留意呢段關係嘅發展，會想喺呢段關係攞一個比較大嘅地位、比較大嘅優勢。同埋揀第三組嘅你啦，感情方面你哋佢哋之間嘅問題啦，會重新即係洗牌啦。咁嗰個痛苦嘅 moment，咁當然喺度啦，即係過往嗰啲痛苦嗰啲經歷。咁但係你哋仍然係做到朋友啦，會有一個新嘅開始，關係會有一個好嘅轉變嘅。咁另外就係咁，但係要留意呢段關係啦。咁對於感情，如果係真係想再發展做一個愛情關係，就有一方仍然會考慮呢一個問題咯，所以變咗其實即係都有機會嘅，但係可能冇咁大啦，或者可能你要等一陣先再有機會啦，等對方諗清楚，或者即係或者等佢靜落嚟咩都好。咁同埋呢段感情關係有機會其實係受到第三方嘅干預啦。咁干預嘅呢一樣嘢可以係講你哋是非啦，或者係講咗某啲嘢去間接影響對呢一段關係嘅諗法啦，對呢一段關係嘅行動，又或者係有人暗中嚟所謂嘅協助啦。可能佢嘅協助可能其實係兩肋插刀啦。OK， 即係對呢段關係有個唔係太好嘅影響啦。同埋有一方對感情嗰個睇法啦，亦都會有機會比較傳統、比較固執，甚至比較大男人，會有呢個情況。咁但係因為今日始終唔係集中喺呢一個愛情占卜啦，咁但係都會幫大家解到大部分嘅。咁如果你係想睇真係好集中咁解你個愛情嗰個情況，咁你可以揀我哋呢啲愛情主題嘅片睇啦。咁其實都有唔少嘅。咁另外就係OK，咁同埋揀第三組啊，你哋嗰個命運之輪啦，你做咗你想做嗰件事之後啦，就會開啟咗啦。你哋個命運之輪。做工作咧就會開始有個新開始，就係你人生注定要即係有一個新開始、新方向、新發展。學業都係，
咁啊感情方面就更加唔使講啦。咁你呢段關係係注定要有㗎啦，咁啊注定你哋要經歷呢堆嘢啦。咁所以第三組啦，其實即係呢啲既然你發生嘅嘢都係注定，咁你就要好好去諗下啦。咁究竟你可以喺呢個 moment 喺你呢個方面啊，究竟可以令你學到啲咩，令你有咩技能上面嘅成長啦，又或者係一個心靈上面嘅成長都係好重要嘅。仲有就係感情方面啦，又特別係即係要學下點樣去再經營啦，或者係喺對方身上學一啲反面教材，警惕住自己唔好學對方咁樣，都會有呢個情況嘅。咁同埋第三組咯，其實你哋係有能力去扭轉個局面㗎啦，無論係邊一方面都好，即係工作啊、感情、學業都好，你要記住咧係有能力去扭轉一個局面。見到你第三組呢一組啊，其實係非常之有信心，內心係好強大，能力都好強大，亦都係即係我覺得第三組啊，真係一個好硬淨嘅人啦。咁無論係特別係工作方面啦，真係屢戰屢敗、屢戰屢試咁樣。咁同埋感情方面，其實你又好忠心啦，即係你唔會因為其他人而唔中意呢個對象，或者係因為其他人而換走你本身嗰個對象，亦都唔會咁樣啦。咁所以其實第三組都係一個，我會認為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生意 partner，同埋一個愛情嘅對象咁樣啦。咁依家再望下有啲咩信息可以俾到第三組嘅觀眾啦。會有啲咩信息可以俾到第三組嘅觀眾呢？咁你哋又抽到第二組嘅呢張牌，咁得意嘅，抽咗張先，係咪睇完第二組過嚟嘅？我覺得非常之有呢個機會。有啲咩信息要俾第三組呢？嗱，三張牌 OK， 好有機會係睇完第二組過嚟啊！真呢一張牌完全 exactly 同上一組一樣。咁啊，揀第三組嘅你啦。咁其實佢最緊要都係叫你要相信自己個內心，相信自己個直覺啦。你要相信，即係如果你有啲宗教信仰，咁當然你可以相信多啲你嘅神啦，同埋睇多啲一啲佢啲經文，或者係即係點講呢？就係你要將自己個心靈靜低，你會相信自己其實係有一個能力，你會自己去療癒自己啦。去放鬆自己，相信你自己係可以，同埋最緊要係俾多啲信心自己啦。因為剛才提及其實第三組嘅你真係一個好好嘅能力啦，呢一組實力啊，實力方面都係真係好好。咁另外就係第三組依家係處於一個比較多嘅抉擇，即係甚至一個人生交叉點，即係你可以見到啦。咁你呢度有好多個方向啦，有好多個位置俾你選擇啦。咁所以亦都令到你有啲迷失啦，究竟自己要點做？咁 even 其實你已經揀定咗，咁但係其實你唔肯定咁樣做都唔得啦。因為第三組其實呢一組有好多變動嘅能量喺度啦，感覺到，甚至你係有機會係直頭，譬如話你係之前做嗰份人工唔高嘅，依家諗住進修讀翻書都係有一個機會。即係你做嗰個決定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決定，對自己有信心啲。即係當然咧，係因為好多時我哋係對一個未知嘅事情啦、未知嘅領域感到有啲害怕啦，同埋因為冇經驗啦、冇信心啦，咁所以咁。但係佢同你講，即係對自己有信心，你係撈得掂嘅。即係揀第三組，你心入面諗緊嗰件事啦，其實係絕對可以成事啊，同埋都會做得幾好。呢個亦都係即係你人生係注定要發展呢一個方向啦。同埋好適合你做啊，揀第三組。另外就係佢同你講，你有陣時要接納自己咁。即係有人會同你講，譬如話我今條片係就係同你講緊，其實你係有能力。咁可能你會諗乜我有能力咩？我覺得我自己好廢啊，即係好頹啊。咁不過你覺得自己好似唔掂，但其實你係好掂。可能係你對自己嗰個目標要求 set 得太高，又或者其實即係你對嗰行根本啱啱入行嘅話，咁個個都係差唔多咁嘅樣㗎啦。即係要到最後尾做下，中間發展先知其實係咪真係有機會有天賦做呢一個。咁所以第三組都係接受多啲自己啦。咁同埋見到你哋都係有好多元化嘅發展，即係或者其實本身都有好多好廣泛嘅興趣都唔出奇嘅。
咁同埋相信多啲你自己內心啊！呢一組真係好缺嘅，你好相信你自己個直覺，好相信你自己內心，要聆聽多啲你內心嘅聲音。你覺得係諗住點做嘅，你就去諗住點做，唔好俾人哋影響。要相信自己，要即係揾翻多啲邊啲係先係最適合自己。要顧及翻自己個情緒多啲啦，同埋要即係比較接受現實啦，即係要比較貼近現實啦，盡量做嘢都即係當然啦，都可以天馬行空啲，揾一個 creative 嘅 idea 去做一個發展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奈何好多嘢都係要貼近現實，咁所以都盡量做多啲資料搜集啦，去打探下關於你想做嗰件嘢嗰件事咁樣。咁第三組整體嚟講，真係一個好好嘅能量啦，苦盡甘來啦，可以話係。咁啊，希望大家係真係相信自己啦，對自己多翻啲信心啦。你係有實力嘅，你個實力其實仲要非常之好添。同埋呢一個發展係你人生注定要咁樣發展，甚至即係如果你係話做嘢學業啦，其實呢一個係有機會成為你嗰個人生當中一個發展得比較長嘅項目，係啦。咁如果你對呢條片有咩諗法咧，歡迎下面留 comment 啦，咁亦都好希望見到第三組嘅你啦，可以發展得好好啦。希望今條片可以幫到大家。如果你想做一個個人占卜啦，無論你係海外定係香港咧，歡迎 Telegram 揾我。海外占卜唔係海外呢一個匯款呢一個轉數啦，呢個方式啦，咁我而家就已經新增咗啦，就係一個類似 PayPal 嘅平台啦。咁手續費又更加平嘅，咁所以大家俾錢嘅時候可以俾少啲手續費啦。咁香港就係一樣用翻 FPS 啊轉數快同埋一個 e-banking 啦，咁就係唔需要手續費嘅，係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咧有啲地方唔啱你，咁你可以揀第二條片聽啦。咁如果你覺得係好啱你嘅話，咁麻煩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係啦。如果你有啲咩片想我睇嘅話，歡迎係想我拍嘅話，歡迎喺下面留 comment，因為我有時真係諗唔到拍咩片，真係諗咗好耐先拍到，係啦。咁啊，大概今條片就到呢度，有興趣就嚟 Telegram 揾我吹水或者揾我做占卜啦，MONDIV，我會隨時喺度，會盡量回覆你嘅，OK？希望大家中意條片啦，真係記住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啊！多謝大家，下次再見啦，拜拜。